口才100分，寫字0分，每日3分鐘，告別識講唔識寫。了不起的鼻子。這一片草地綠得多麼可愛，大象伸出長鼻子拔草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小象說：我也來拔拔看。啪嗒，哇！你看小象一根草都沒拔到，哈哈，反而摔痛了屁股。小象羞紅了臉，趕快躲到爸爸身後。小象和爸爸來到小河邊，爸爸用長鼻子吸了水，然後嘩啦啦地噴水，真涼快。小象說：我也來試試看。他學着爸爸的樣子吸了水，然後使勁一噴，噗！鼻子裏響了一聲，噴出來幾滴水。小象好想哭啊！爸爸安慰他：別着急，等你再長大一點，就能做到了。我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呢？小象很傷心。我明明有個鼻子，卻什麼用都沒有。就在這時，河裏傳來又尖又細的叫聲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天啊，是一隻小松鼠！小象努力伸長了鼻子，快，小松鼠抓住它！謝謝你救了我，你沒事就太好了。小象真高興。他的鼻子派上了大用場。爸爸說過，小象會慢慢長大的，到時候他一定也能學會拔草和噴水。小朋友，喺呢本了不起的鼻子嘅故事書入面，係咪有一個字明明寫法一樣，但係讀出嚟就唔同讀音呢？冇錯啊，就係呢個長字。當大象嘅長鼻子嘅時候，我哋讀長；但係當大象爸爸同小象講你會長大嘅時候，竟然係讀長啊！其實當我哋要量度一啲長度嘅時候，例如話呢把間尺有幾長啊，我哋就會讀個長字。但係當我哋讀到長大、增長，例如係哇，你今年長高了很多啊，我哋就會讀個長字。小朋友，今個星期你喺日常生活入面幾時會用到呢個長字，又幾時會用到個長字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下次再同大家用書面語讀故事，告別識講唔識寫。